再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打击非法移民，目标佮针对未成年的囡仔。美国政府本地拍算要甲10个还未满18岁来自瓜地马拉非法移民遣返，也毋过法官紧急裁定讲，这款做法违反美国的法律咯，先暂停。另外，有2个负责树林大火的消防人员，嘛因为非法移民的身份封掠起来。 原本已经去遣返飞机的瓜地马拉10个未成年移民，在法院紧急裁定暂停遣返行动了后，佫一巴士准备等于收容中心。路透社报道，原本有10个19、17岁瓜地马拉未成年移民，8月31号川普政府遣返回国。啊，不过移民权益团体31透早1点向华府法院提出紧急诉讼，法官最后裁定，外州囡仔做法违反美国法律，也予起飞飞机告赔等于德州机场。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规定的定数，到美国边界时阵，无爸母或者是监护人陪伴人，会被看作是无人陪伴移民，会被送到联邦政府营运的庇护中心，一直到因甲家庭成员共同安置，或者是被安置到寄养家庭内底。顶礼拜，美国联邦参议员表示，川普政府计划将差不多700个家己去美国的瓜地马拉囡仔遣返回国，毕竟重新转到进前需要庇护的真歹环境，而且遣返的 费用由瓜地马拉政府承担。针对法官暂停遣返这囡仔14天的裁定，白宫副幕僚长米勒批评法官，阻止这囡仔回国甲亲人团圆。 另外一方面，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国家公园7月发生森林大火，真侪所在调派人手协助救灾。集会临时合约消防员伫救灾期间，互边境巡逻队拿查身份，其中2个消防员被掠。当地议员对川普政府打击移民，连救灾消防员拢无放过，是真生气。 I think we have to keep asking questions of this administration. Why was BLM coordinating with Border Patrol? Why were they showing up at an emergency facility? Why are they asking for identification of folks on a fire crew? 根据报道，迄时阵边境执法人员9查户被掠人甲同事道别。美国边境巡逻队了后解释，行动是向土地管理局要求协助。当局伫核实身份的时阵，发现2人是非法拘留，其中1人也佫接到遣返令。除了被掠2人以外，也佫42人伫行动内底被要求离开联邦土地。美国新闻服务回应指出，这代志无影响拍回工作。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